串呢带来了4首歌曲，像我们的第一首呢，我们从草地上唱上来，那是我们的拜访歌。那为什么会唱拜访歌？因为其实拜访歌的用意是我们在部落的时候，我们去拜访朋友的时候，我们会在远处就唱拜访歌，让主人家知道说 “Hello， 我们要来了”。所以呢，我们很开心，我们今天可以从台东来到台北，然后唱歌给大家听。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拜访歌，也告诉大家说我们要来唱歌给大家听了。那我们刚刚呢一连串3首的主曲呢，其实就是我们的工作歌曲。好像第一首是我们长歌第一首，它为什么叫长歌？因为它的曲子比较长，而且那首歌呢，其实呢在我们的聚会所蛮常唱的。它跟那个奥运宣传曲是同一个系列，然后它是第一首，然后奥运宣传曲是第2首，然后我们还有第3首，它是一系列的主曲。那接着呢，我们的第2首呢，其实唱的歌曲是我们帮它取名叫做《旅行》。就也很开心，我们可以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，也当作是我们一个小小的旅行这样子。然后刚刚的第3首呢，就是我们的工作歌，就是老人家以前呢在农耕时代，没有机械工作的时候呢，他们必须要自己亲自去放牧，所以呢就会有放牛的时候，然后大家彼此鼓励，然后闲暇时候唱的歌。所以刚刚我们的第4首歌曲就是我们的放牛歌。再多拿一个。那刚刚工作的曲子也唱完了，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，我们平常在聚会啊，或者是在聊天的时候，我们会唱的歌曲就比较轻松自在一点点。然后假如大家呢听到曲子，你想要摆动你的身体的话，就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摆动你的身体，甚至于拍手都没关系。然后接下来这首呢是夫妻歌，就由我们的2位。假夫妻，假夫妻唱一下，就唱这个时候。